60年前，新加坡诞生了第一批盲盒玩家。在拉布布、手办、扭蛋之前，新加坡人就靠纸包鸡过足盲盒瘾。我是谁？喜临门的这道祖传紙包鸡，几十年前就玩出了花。一張紙、一塊漆、一鍋油，潮流就這樣開始了。做法好簡單，就係一張紙加嚿雞，然後再好似咁樣將包雞紙包住佢，咁一味紙包雞就完成啦。雞肉被紙緊鎖，猶如身穿黃金甲。打開的一刻，心情仿佛網戀奔現般澎湃。你永遠不知道打開它的瞬間是香爆全場，還是汁液四濺。一口咬下去，外酥內嫩，汁香豐厚。我覺得傳統菜式係一種文化，希望家鄉菜能夠代代相傳，將我哋文化發揚光大。我作為第3代，係一個侍靈者，有任務嘅侍靈者，就係將阿爺嘅心血傳承落去。